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2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8篇，士师记第3章第7节到11节，路加福音第4章42节到4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拯救。什么人需要救恩？需要被拯救。记得有一段时间以前，陈进兴事件，最后有一位牧师进入到监狱，关怀这一位万恶不赦的杀人犯，带他认罪，带他悔改，并且接受洗礼。这件事情引起的社会沸沸扬扬舆论的讨论，甚至被攻击。大部分反对的人说，这种人哪有资格进入天堂？也有人说，如果基督教的信仰专门为这种人开门，我怎么能够接受？是的，陈进兴的个人行为的确是不容于社会，但是谈到他的罪行呢，几乎每个人都恨得牙痒痒的。但是耶稣基督非常明白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我来是招罪人，不是来招义人。何况在圣经的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违背上帝，但是呢，上帝仍然赐下拯救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都需要救恩，需要被上帝拯救。就好像最近的流行感冒，我们都知道是需要医生的。最近有一位名人因为没有很好的医治而丧失了生命。士师记第3章第7节到11节记载了以色列人的恶。圣经说到，以色列人民忘记了上主他们的上帝，他们得罪他，去拜巴力和亚舍拉。于是上主向以色列发怒，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山利萨田王手中。他们服侍了古山利萨田8年。后来他们呼求上主，上主就派一个人来解救他们。这个人是俄陀涅，他是迦勒的弟弟，基纳斯的儿子。上主的灵临到他，他就做以色列人的士师。俄陀涅出去打仗，上主把美索不达米亚王交在他的手中，使他打胜仗。于是这地方就太平了40年，直到俄陀涅死了。耶稣基督他降世的工作就是去帮助人，去医治人，赐下拯救。因此他告诉那一些想要把他留下来的人们说，他需要去到别的地方来传扬上帝的福音，因为这是上帝差遣他的目的。路加福音第4章42节到44节，破晓的时候，耶稣出城到偏僻的地方去，大家到处找他，找到了，想挽留他，不要他离开。可是耶稣对他们说，
我必须到别的城镇去传扬有关上主主权的福音，因为我正是为这工作奉差遣来的。于是耶稣就到犹太各地会堂去传道。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要赐下救恩而来，这是他的呼召，也是上帝给他的旨意。诗篇138篇，上主啊，我一心感谢你，我在诸神面前歌颂你，我面向你的圣所下拜，我颂赞你的名，因为你信实有不变的爱，你显明你的名和应许超越一切。我求告的时候，你回答我，你用你的力量鼓励我。上主啊，地上的君王都要颂赞你，因为他们听见了你的应许，他们要歌颂你的作为，颂赞你的大荣耀。上主至尊无上，但他看顾卑微的人，狂傲的人无法在他面前藏匿。我被患难围困，你却保守我安全。你击打狂怒的仇敌，用你的力量拯救了我。你必定成全我的应许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完成你亲手开始的工作。感谢上帝赐给耶稣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拯救，让我们能够白白的得到恩典。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回转并领受拯救，也成为上帝救恩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